大家哈，啊真喜乐对吧哈？好，来啊，即马咱第二首，咱来吟270首。这首我想请兄姐，咱就甲先，咱将你前爱的4诗甲拍开起来，吼，先开270首，因为这首咱平时较少吟，吼，咱同齐来请苏琴先带领咱弹一遍，啊，咱再来吟，咱就真清楚，吼，来。大家应唱，咱副歌的时阵吼，咱来听吼，轻轻行，咱同齐来吟，咱同齐来读，轻轻行，轻轻行，住伫咱中间，稳稳点，稳稳耍，吼，稳稳点，稳稳耍，阻碍咱滚哇，真水对吧？哈，好，来，咱这条，咱就。放声咱来甲唱者吼，啊真简单学安尼吼，啊咱就是一拍甲2拍，甲唱学清楚安尼就会使来。来，咱这条咱苏琴先甲咱弹尾音，咱才开始来。来开始哦。第一站咱来吟一遍，着添一着强劲，有声音真水，真好哦，过来，着添一专心听，那句真宝贝哦，足水的哦，轻轻。真水，来，咱第2站，着添一着强劲，比这是新鲜，上主的信息，对这大显明，轻轻。副歌的部分吼，住伫咱中间哦，另外嘛唱做住踮咱中间，住伫咱中间吼。好，咱上尾一首吼，393首，俄罗转灵稳定主宰。
水。好，咱刷只咱来吟庆安歌，好，咱互相来庆安，爱使我们在一起。来听，好，咱欢喜做一下来。听好，咱做一做情会，听好，咱做一做情会。虽然咱无法度互相来啊唱庆安吼，咱唱咱酒的人，该点头致意吼。听好，咱做一做情会，听好，咱做一做情会。兄弟们，大家吃做一个，听好，咱做一做情会。这条我要请咱大家起立，咱来吟天父恩典真正大吼，咱来领受上帝对咱一切丰盛的恩典吼。天父恩典真正大，你的恩宠。无论风雨也变迁，伊拢在作伴。咱着笑念伊的恩，你的福存。好在的感咱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一天来迎接。我们拢无煞，开咱的心门，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就路开声吟诗，我的lòng trong sao ca hoa ý。恩典真正大，你的恩宠，无论风雨也变迁，伊拢在作伴。咱着笑念伊的恩，你的福存，好在为咱变正欢喜，欢乐的福气。来迎接，好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花，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就开声吟诗，好你的隆重烧家欢喜。迎接，好恩典拢无煞，开咱的心门，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就路开声吟诗，好你的隆重烧家欢喜，好你的隆重烧家欢喜。咱将一切恩耀、恶乐，咱献给咱的上帝。下这，请这。哥林多后书13章第4节安尼讲，保罗伊对咱来讲，伊讲伊对软者来修订是假，对上帝的权能来活，亲像安尼，咱踮伫伊也是软弱，总是要对上帝灵所显明的权能，要甲伊相甲活。今日咱要来当作吟这首《因他活着》，咱请玉志亲吟前半段，咱当作来笑念上帝对咱的听。神在爱子，人生他耶稣，他赐下医治宽恕，使你复活，是我的自由，
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现在孩子问真爱耶稣，他赐下爱，一直宽恕，是你我，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得救记号。因他我在，我面对明天，因他我在，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是因他我的神才子，认真爱耶稣，他是家，一直宽恕，是你我，是我的自由。那空坟墓就是我的救记号，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讲：着欢喜，着完全，着爱安慰，着同心，着和睦，着相互仁爱加平安。因为上帝要甲咱治地，这条咱心充满欢喜。咱同齐来吟这首《我心充满感谢》。我心内感谢，啊，这将咱的感谢甲俄罗献到上帝，用基督的心，咱天天甲咱的上帝讲。你让我生活，我所无需。主给我看，医治我所无，我心灵甲灵魂，我的心当吹顿，我在你里修书，每一挂。
志，因我必为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咱用敬虔的心用祈祷，过来念一遍。我心来感谢，主耶稣的名的名堂，已将我下面我所无所的，主要的我奉献，因为我所无，我心命的灵魂，我的心的罪根，我带领你修赎，你领我到一线，没有我天，来我主最最远，主上的家乡我，小小的朋友，我的体验家庭，我虽然无定志，因我必为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祝兄弟，祝兄弟咱好，小小的朋友，我的心的家己，我虽然无定志，因我必为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主接受我奉献。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恩典，能够在这个时候聚集在你的圣殿，一起来敬拜你。主耶稣，我们要像你说的，阮着欢喜，着完全，着爱安慰人，阮着忠心，着和睦。主耶稣，阮知你着享受你的仁爱、甲和平，甲你的平安，要甲阮尽人伫地。阮感谢上帝，你享受逐项的恩典甲智慧的话，来启造阮的生命。愿阮对阮的心欢喜，所出俄罗的声，俄罗你的荣耀甲尊贵，会当诚做芳芳的者，得到你的欢喜甲感纳。阮敬虔拜咧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无惊歹人的计谋，无挖罪人的路，无坐毁慢人的位，即互人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每日三思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要打去。伊所做的一切行通。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咱请起立，同齐吟诗阿罗上帝。咱要吟的是307首。我的心你着阿罗主，咱吟全首。当信心伫我的心，请吟全首。信伫我的心，我要阿罗主，总是代变哦。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阿罗主，亲像早时代变哦。我要阿罗主，我要阿罗主，亲像早时代变哦。我要阿罗主，我要阿罗主，亲像早时代变哦。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变哦。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变哦。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变哦。我要感谢主，我要感谢主，亲像早时代变哦。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变哦。当信心伫我的心，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变哦。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变哦。我要敬拜主，我要敬拜主，亲像早时代变哦。现在请坐。这时，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主啊，这是阮自己伫你的面前，我们拍拜敬拜你。你的伟大悬过天，你的奇妙深过大海。你创造宇宙万物，天顶地下拢要归伫你，一切荣耀拢要归乎你。阮生活伫这每一日，拢要见证你的名。我愿意全心仰望伫你的面前，愿阮的敬拜会当阿罗荣耀主上帝。求主信心，互阮智慧的话，透过牧师的圣经的讲道，互阮生命得到力量，得到信心甲平安。愿意信心降临伫阮中间，互阮有安静的心来听你的声音。阮的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这时，请掀开新信息后壁面启印文。新信息后壁面启文第6诗篇16。现着我来启，现在大家来印。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
罪，去做别个生命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袂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驾驶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因为你袂予我放杀伫阴间，罪，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所者是同心团契的献诗，同心团契所要献的是爱的礼物。接着，请献开圣经创世纪
第2章第2節到第3節。創世記第2章第2節到第3節，現在我來讀，或者大家來聽。創世記第2章第2節，佇第7日，上帝完伊所做的工，就佇第7日後，伊一切所做的工，上帝賜福佇第7日，定做聖日，因為佇這日，上帝停伊一切所創造的工，就安息。以上。現在請起立，咱做伙來共讀主禱文。請，阮佇天裡的爸，願你的名聖，你的國臨到，你的旨意得成，佇地裡親像天裡。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負，親像阮也有赦免辜負阮的人。無得帶阮入敵市，就救阮脫離迄個歹，因為國。萬能榮光，攏是你所有，代代無盡。阿們。現在請坐。下面是講道的時間。今仔日所要講的道是着手主日禮拜。我將時間交怡娟牧師。禮賓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每一屆當咱來到佇教會，來到佇禮拜堂的時陣，咱的心有歡喜、得跳、快樂無？阿門。好，佇詩篇詩人安尼講，伊講這是耶和華所定定的日，咱佇這日的中間就愛安那歡喜快樂。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怎麼樣？歡喜快樂，關注幫助咱，互咱無論佇這禮拜中間遇到什麼種的境遇。無論這個時陣，咱咧打什麼種的打，咱攏當咱來到佇禮拜堂佇咧敬拜上帝的時陣，咱的心攏會當注目，心神注目佇什麼人的心上？佇上帝的心上，佇上帝的話語，佇耶穌聽咱這個恩典的心上，咱當心來祈禱。主愛天父上帝，阮感謝你帶領阮眾人。來到佇主你的面前，互阮用恬靜、恭敬、敬虔的心來靠無你。主啊，因為你話有甲阮講，信無主你律法的人，會親像栽佇水邊的樹，佇溪邊的樹，會照時來結果子，葉啊也袂焦去。主啊，阮懇求你，將安尼生命的源頭，安尼活命的氣力。擱一擺來賞賜，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奮興阮的心。當阮每一屆禮拜日的時陣，阮就注意謹慎，行踏阮的腳步，來到佇主你的聖會，佇遮來敬拜你。因為這是主你所看做要緊。阮獻上阮的感謝，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伫咱基督徒的生活中間，信仰的內面，咱來講，咱愛主日禮拜，吼，來到佇禮拜，來佇到禮拜堂來禮拜。什麼是主日？主日就是主國活的日子，就是紀念耶穌的國活。咱知耶穌受定的日是佇拜五，吼拜五，然後伊佇第3天來國活，所以咱基督徒守這個禮拜日。誠做咱的安息日，禮拜會當講是一個基督徒上基本的一個信仰的行動。真濟有人信主了後，伊講檢菜因為拄着一寡代誌，就丟毒來到佇教會，伊就講啊，我佇厝裡家己看 Good TV。佇遮佇厝裡看電視的講道，我嘛是共款咧敬拜上帝啊。總是基督徒來到佇禮拜堂敬拜上帝，有啥物種會無共款的意義？第一，
就是直接甲上帝建立关系；第二，直接甲人建立关系。咱看12诫，它是一个横的，一个直的。好，有人安尼解说，横的表示咱甲人横向的关系，这个纵向表示人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基督徒是一个学习12诫生命的一款人。所以咱的确着来到伫教会、参与伫服侍敬拜的中间，学习甲人结连关系。因为伫这个人的中间，咱才会当学习到什么是咱家己的软弱，别人的软弱，然后咱彼此包容、接纳、欣赏、尊重，伫中间学习耶稣基督洗脚的精神。今仔日的经文创世纪第2章第2节、第3节，咱做伙来读。伫第7日，上帝原伊所造的工，上帝祝福伫第7日定做圣日，因为伫即日，上帝停伊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经文讲，上帝伫第7日原伊所创造的工。然后上帝嘛祝福伫即日，佮家己定做什么日？圣日。所以对这段短短经文，咱看到上帝爱咱人做什么？上帝毋望咱人伫生命顶面来得到安息。然后上帝要祝福伫第7日，伊也将即日定做圣日。什么是圣？好，咱伫基督教的术语内面讲圣洁，好，分别做圣。咱基督徒是互上帝所分别做圣的人。当咱洗礼，这个洗礼就是一个记号，伫你的头壳顶面有一个记号，你是属于上帝的人。伫你的生命内面嘛一个记号，常常互你记得你洗礼迄天，你怎样感动？甲人伫上帝甲人的面前，伫遐来承认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所以，这个圣的意思就是将第7天分别为圣，将第7日这天分别做圣，指出第7天甲其他的6天是无同款。因为这天第7日是上帝家己竞选，伊家己分别出来，成做伊家己的日子。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阵，因有愿守安息日，守安息日，互因记得因家己的故乡，也互因记得因是属伫上帝的子民。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互因来得到快乐。伫出埃及记16章13节到30节这段的经文，嘛讲到上帝怎样来供应以色列人，伫因旷野的日子。怎样来得到悠远，来得到生命的快乐，悠远来得到安息？伫出埃及记16章25节到27节，咱做伙来读。摩西讲：恁今仔日食这个，因为今仔日是服侍耶和华的安息日。恁伫田野今仔日的确找无，6日拣通捡，第7日是安息日，迄日就无。第7日，百姓中有人出去捡，也找无。而且这个物件是甚物？咱知影，当以色列人伫旷野的时阵，上帝赏赐玛纳，诚做因的食物。40年伫旷野的日子，上帝互这个玛纳，诚做养起以色列人真重要、真神奇、奇妙的一个东西。这个玛纳，它会一连降6天。然后真奇妙，伫安息日迄天，伊会停降1日，互百姓来遵守安息日。伫第6天所降落的，会是双倍。所以头5天，伫礼拜一到礼拜五所讲的，因必须按那冬日该食好了，袂当留，不能留到明天，啊无就会歹去。然后特别伫第6天所讲的。上帝互因有2份，因为迄份要留伫礼拜日会当来使用。所以对经文咱看到第7日是无玛纳通捡。上帝用安尼来教导以色列人，我靠上帝的信心。
现代基督徒嘛是共款。伫安息日，伫上帝圣日，伫上帝主日，咱学习放下，互生命的美牛就是上帝来养饲咱，来供应咱。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有一部电影叫做《火战车》，这个电影就咧描写一个英国基督徒的运动家，伊的名叫做李戴尔。伊是一位跑步的健将。有一摆，当伊要参加伊所上拿手的这个100公尺的比赛，总是当伊知影迄天的比赛日子是伫礼拜这个时阵，伊放弃这项比赛，为着要来受主日。所以检采咱听了这个故事，感觉讲哇，李戴尔你真牛讲吼，会当互你得到金牌在望的是最拿手的一个比赛。你家己安那为着要敬拜一个看袂到的上帝，你失落迄个看会到的金牌。兄弟姊妹，如果是咱要安那选择？所以感觉为什么要轻易放弃这个夺得金牌的机会？啊，就干那为着要来修这个礼拜，总是李戴尔伊的生命发出安尼的声音，伊讲是上帝互我会当走遐尼那紧。伊深信这是上帝的恩赐。当伊咧走的时阵，伊为着上帝来走。伊讲：当我在跑步的时候，我感觉到上帝与我同在，我的眼泪就流下来。兄弟姊妹，咱每一项恩赐，拢是上帝所予咱，包括咱今仔日会当带领敬拜而乐的吟诗，会当伫音乐的顶面的侍奉，今仔同心团契的吟诗，特别咱众人会众。伫礼拜中间，更较是上大的诗班，你要当做伫咧吟，对上帝吟出迄种感谢甲乐乐，这是毋是一个恩赐？咱今仔日阁会当有一口气，有一个气息，会当吟出声音，这就是上帝互咱上大的一个恩赐。所以对伫这个李戴尔伊的选择，咱看到两项代志，一项就是咱生命优先的次序。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是生命，咱是将家己放伫第一位，或者是咱将上帝放伫第一位。第二，咱看到李戴尔的一个选择，伊是一个尊主最大的生命的表现。伊这个尊主最大的信仰的态度，就表现伫伊看重礼拜日、看重主日礼拜迄种遵守的态度。撒母耳上卷第2章30节，耶和华上帝讲：尊重我的，我要尊重伊；藐视我的，伊要上看紧。当咱来守主日礼拜的时阵，头一项，咱就是伫咧尊重上帝。所以个人咱要复兴，咱的信仰要复兴，咱的家庭、咱的团契、咱的教会要复兴，要怎样复兴？就是对伫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尊主最大来谨慎守主日礼拜。毋茫咱每一个主日，咱罗州教会兄弟姊妹，无论大大小小，咱拢乐意欢喜来到教会参加礼拜。我会记得伫牧会的年历中间，常常会听到一寡人的生命的见证，伊怎样信主，真侪人。拢有一个印象，讲，我细汉的时阵吼，我的阿公阿嬷牵我，吼，特别伫咧庄骹吼，阿公阿嬷牵我来伫教会主日学。吼，有的人伊的爸母可能无遐尼那注意守主日，总是这个阿公阿嬷非常的敬虔。伫礼拜日就是爱带孙来到伫教会。我相信伫咱罗州教会，伫咱在座嘛有真侪做阿公阿嬷的吼，做爸母的。有安尼的心志，我的囡仔、我的孙，的确着定根伫上帝的家。嘛有真侪人咧教育伊的囡仔，安那讲？伊讲吼，你无论到倒位去，有的人出国去求学，拢会甲伊交代一项代志，你爱就近去找教会做礼拜。吼，我想在座咱真侪人嘛有受到安尼一个爸母的一个殷勤的一个叮咛。阿公阿嬷的叮咛，你无论到倒位去，你
你就爱带心去找一间教会来做礼拜。伫礼拜的提醒，伫遮要来做一个提醒了。咱到底什么时阵要开始准备咱的礼拜？事实上，咱整个的礼拜每一天，咱拢通好准备咱伫礼拜这个服侍。总是特别到伫礼拜六，咱就爱将咱要服侍的心，包括咱的服装，包括咱伫礼拜六、礼拜日要敬拜上帝所要带的，即圣经、信息、金钱，啊，有的人目镜顶口罩，即马佮加上口罩，咱拢爱提早甲伊准备好势。然后当咱来伫教会时阵，咱爱彼此请安，彼此会当问安。来，即马甲你边仔迄个姊妹甲伊讲平安，平安。无论你捌的还是毋捌的，咱拢爱会当开嘴伫遐咧问候我们的兄弟姐妹，表示咱有一个热情，表示咱第一，咱目睭有看到别人的存在。特别咱咧训练咱的囡仔小朋友、青少年，咱来训练因会当讲出平安这两个字。捌有兄弟甲我讲，牧师啊，这少年人行过就为我身边行过，好像无视于我的同在牧师会真注重这过去伫牧会到当，拢会教导这囡仔，看到长辈，特别看到长辈，你的嘴的爱勇敢的平安。第三，当咱礼拜9伫礼拜堂了后，平安了后，咱就爱安那保持一个安静，用祈祷大声来代替咱的聊天。所以毋茫咱每一摆礼拜伫礼拜堂的时阵，咱第一项代志，咱短短的时间，先静默伫上帝面前，备办咱的心，将咱的服侍交予上帝。什么时阵开始礼拜？其实领事的人开始带咱认识今仔日的信息，开始认信息，迄就咧开始礼拜啊。所以毋茫咱对答了后，咱第一伫每一个细节的地方，当咱开始伫咧认信息，咱就开始准备咱的心伫咧敬拜上帝。安尼到底守主日礼拜来敬拜上帝，有啥物种灵性顶面的意义？第一项，这是一个信心的旅程。咱大声学习，咱放弃家己感恩上帝的角色，互上帝家己来照顾咱，互上帝家己来供应咱的需要。无论是伫物质，或者是伫灵性顶面，看会到、看袂到的，咱拢交伫上帝的手中，相信上帝要赐福伫咱。有真侪做生意的人，伊的信心、伊的信用若到伫迄个坚定，通常伊伫礼拜日拢安那，拢休困，伊拢讲要来伫教会伫遮来敬拜上帝。所以咱爱相信上帝会用伊家己的方式，将咱所付出互上帝，伊个会回报互咱。我会记得伫我差不多国中的时阵，迄阵拄青春期我国2开始读音乐班，嘛开始大学校，出国大学校国中2年级然后伫迄个时阵，我是读园林的大同国中音乐班。这个音乐班迄阵拄开设无几年我是第三届。伫迄个时阵，阮拢统一爱带学寮，特别我带较远，拢爱带学寮。然后伫迄个阮的音乐班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讲礼拜日学生带学校的学生，伊拢安那，拢爱做伙读册。总是我有特别我礼拜6就要回到我爸爸牧会的教会，准备开始要服侍。细汉的开始，国小的开始思琴。总是伫迄个时阵，因为咧拼功课，我看到我的同学一个拢坐伫迄个，拢安那，拢留伫学校，伫遐咧读册，我的心会惊吓，我讲因拢比我读较侪册呢。我就爱礼拜六就爱搬车，好像翻山越岭，搬车安尼，转去到伫迄阵庄脚的所在，为着爸爸的牧会，我伫遐来合作伊的服侍。对一个囡仔来讲，做比较的时阵我的心也会感觉讲，我
读册哪像比人读较少安尼，同学大家拢咧读册，我咧要安怎？我会心慌啊！所以迄时阵，我就甲我的妈妈提出讲吼，我敢会当卖转来，我嘛要伫学校读册。总是我的老母甲我讲吼，自细汉即个话拢一直记牢伫我的内心。伊讲，你互上帝，上帝会加倍弥补互你。兄弟姊妹，即句话自细汉、自青少年就一直藏伫我的内心。所以当我开始出外读册，我拢到伫教会底下服侍，包括到伫大学，我伫东吴大学咧读音乐系，我每一个礼拜到伫教会，然后找到即个树林教会，真做我属灵的家，底下我参与服侍。所以伫这一路行来，我发现上帝真正是安尼，上帝会以他的方式。再把你付出给他的时间、恩赐一切，再补回给你。第二，咱守主日礼拜有什么种灵性的意义？就是咱的心灵来得到安息甲提升。上帝爱人伫6日的中间温困工作，总是伫第7日人爱安息。安息不是讲营营无代志做，安息是指咱心灵的状态，会当保持安那。平静安稳，这嘛是上帝的话，家己讲。伊讲，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奥古斯丁这位神学家，伊讲过一句话，伊讲，咱只会来读伊所讲的话：唯有在上帝里面，方能找到真正的安息。上帝创造咱人，包括创造咱的心嘛，吼。其实咱的心有一个部分，只有上帝会当来满足咱。好，伫咱的人生的中间，无论咱赚偌济钱，无论咱读偌济册，无论咱的才华偌济、偌鲜亮、偌高、偌济钱、偌富裕等等，总是咱永远会感觉一个欠缺。这个欠缺，什么人才会当来弥补，才会当来取代？就是上帝的灵，上帝的听，才能够安慰到我们完全的心。所以，伫一场的礼拜中间，咱透过吟诗祈祷，听上帝的话，读圣经，奉献、服侍，人甲上帝结连，人甲人结连，伫这中间，咱的身心灵得着一个整全的安息。然后第3首安息日是上帝的什么？上帝诫命。既然是诫命，就是咱爱守的。好，就像一个指令，我们必须遵守的。然后上帝要祝福的这日，也要祝福敬拜的人。我嘛捌听过真侪人伫咧分享，伫咧讲礼拜日若无去教会就算去做伊所爱的代志，伊嘛感觉安尼空空呢，空虚呢。总是来到伫教会敬拜，就算你无去做遐的代志，你感觉真丰富，你感觉今仔日这个早起来到伫教会，你感觉得到满足的喜乐，迄种的满足感。来，咱再来今仔日的经文，这个短短的金句读一解，上帝安那祝福。第7日，然后6日内，耶和华创造天地，第7日就休困来清营。兄弟姊妹，6日咱认真拍拼来做工课，总是伫第7日，咱的确要遵守上帝所予咱的这日。清营，不是讲无代志做嘛吼？伫希伯来文，这个清营的意思是呼吸。是恢复精神，英文是讲 refresh， 意思就是重新得力。所以兄弟姊妹，咱来到伫教会敬拜上帝，咱的心灵是要重新来得到开展，是咧呼吸呢。好，有一句话讲，祈祷是基督徒的呼吸，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咱想看嘛，咱若袂当呼吸，咱的生命就停止呢。所以咱的属灵若无继续有这个呼吸，咱的生命，咱的人生的生命嘛会死亡。
所以礼拜日咱来到伫教会敬拜，是互咱一个福气，互咱搁一个机会。上帝指出这条，互咱得救、得到快乐的方法，就是咱会当安息、平静、安稳来信靠上帝。总是往往咱人无爱，咱要靠咱家己。所以重新得力，人也要重新得力。大先，咱来学习先放下甲交托。透过参加礼拜，人的内在首先启动一个要来到伫教会的一个意念，然后咱来起床啊，咱量早起床准备，然后将咱身边的代志先暂时来放下，脚踏实地来到伫圣殿来朝见上帝。所以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人必须嘛要有正确的心态来带出安那正确的一个行动。上帝将第7日定做圣日，基督徒咱就要确实来遵守。无论咱到伫倒位吼，有时咱礼拜日检菜嘛会出国去旅游，袂要紧。总是如果咱注意上帝的事，咱检菜伫咧附近，咱先找一间教会，伫遐来欣赏因的礼拜，伫遐来欣赏无同款教会的形态，伫遐来安息咱的心。咱诚做时代，如果咱会当遵守安尼，咱带咱的囝儿时势，咱嘛是做一个真好的模范。求主帮助咱，学习伫主的内面来安息来交托。检菜当咱来做礼拜的时阵，咱人就是人，咱检菜阁有咱内心，会才会跨入忧虑。咱的白听检菜嘛是阁悠远伫咱的心上，咱是带咱的白听。来到伫礼拜堂，就是求主帮助咱，互咱透过一场的礼拜中间，咱学习将咱的心灵完全放下交托，安息。咱来，咱就安息伫主的面前，安息伫主的话语的中间，伫遐来静静思考。咱讲到教会甲现代这个真火热的教派，检菜有真无共款，伫咧接近上帝的方式吼。检菜有人嘛是悠远爱这种静静的礼拜方式，袂要紧。上帝伫各种的礼拜中间，伊拢存在。无论咱大声吟、跳舞、拍谱啊，上帝伫咧中间。咱静静思考，伫遐谦卑恳求、祈祷、流目屎。上帝嘛伫这种型的中间，伫咧掌管。上帝嘛踮伫咱的中间。所以这个时阵，邀请咱做伙来吟这首诗歌，叫做《每一日》。伫咱吟的中间，将这首歌也当作是咱的祈祷。吟唱的中间，咱一边将咱内心的忧虑、烦恼、重病痛，来统统拢交予上帝，拢总交予上帝。咱用祈祷的心做伙来吟。每一日所经过大事件，我伫着开来赢过试炼。我靠天白照比的强劲，我毋免搁惊遐甲看路，伊的心激起你主甲秘密，伊每日拢有上安排，无论心内忧闷也是欢喜，大事强伊赐有平安，每一日所经过大事强，我伫着开来赢过试炼，我靠天白照比的强劲，我毋免搁惊遐甲破路，伊的心激起恁主甲秘密，伊每日拢有上安排，无论心内忧闷也是欢喜，
到时刻伊赐平安。伫这时阵，我要邀请咱大家来祈祷，将你的手下伫你的心，检查你的心有痛痛、有忧虑、有忧愁、有烦恼、有重担。咱求上帝透过咱的吟唱、咱的祈祷，咱确实将咱这一切的跨路、咱的烦恼、忧愁、咱的软弱，拢交给上帝。咱嘛用信心来挖靠，相信咱信的人的确要得到救。咱这时阵，咱当心开嘴来祈祷，咱用咱的祈祷，咱来祈祷出来，就表示咱的有迄个勇气，将咱的祈祷的代志来交托给上帝。咱当心开嘴来祈祷，主的上帝，我感谢你，让我来到你的面前，来恳求这份听的恩典。主，我们将路就教会，搁一摆来仰望伫上帝你的面前，愿众兄弟姊妹伫你的面前，以大胆来恳求的时阵，上帝你的心就降临伫阮的中间，要来唤醒我咱人的心，祝福阮心内所有这郁闷、这忧虑、这跨路，互阮有这个信心完全来倚靠互上帝你。主，恳求你来帮助阮，成做上帝你所祝福的一个人。祝福阮遵守着上帝你所予阮的主日礼拜，阮伫这个礼拜中间，阮来享受甲上帝你的关系，阮将阮一切所有快乐、忧愁、烦恼，搁一摆阮来恳求，仰望伫你的面前，主恳求你来帮助阮众兄弟姊妹，互阮的心来甲主你滚活的时阵，阮就定心来去回来，祝福阮搁一摆来学习交通，就是的主。你的面前，求上帝你来掌管的困难。就是的。咱个做伙来记每一日。一日所经过到时刻，我伫着归难也过试炼，我活靠天父照美的供给，我毋免搁惊遐甲看路，伊的心极其认主甲怜悯。伊每日拢有上好安排，无论心内忧闷也是欢喜，到时刻伊赐平安。主上帝，阮感谢你，阮相信每一日，阮所经过逐时刻，拢有主你上好的安排，无论是伫困境，无论是伫顺境。无论是伫欢喜，无论是伫目屎中间，无论是伫这个顺境逆境，无论是伫阮真有笑容的时，有时阮真正笑袂出来的时阵，上帝，阮恳求你来坐伫阮的身边，来帮助阮，成做阮的快乐，祝福阮来得到快乐，通来赢过一切的试炼。祝福阮相信上帝，你对阮的供应。是招庇的，是完全的，互我毋免阁惊吓甲看路，因为主你是极其怜慈甲怜悯，你对我每一日，对我的人生的年日，拢有上好的安排。主伫这个时阵，无论阮心内是忧闷，或者是欢喜，互阮拢享受你对你遐来真实的平安。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回应主上帝，新信息270首，着点睛，着恭敬，咱吟全首，请起立。着点睛，着
信心，上主恩典信心，对这大生命，轻轻行，轻轻行，出伫咱中间，点点点滚滚山，注定咱永远。着点睛，着点睛，少年的在启动，分享一点经典，感受给美好，轻轻行，轻轻行，出伫咱中间，稳稳点，稳稳线，主爱咱永远。着点睛，着恭敬，少年主人民。着点睛，着点睛，还好主恩人。轻轻行，轻轻行，出伫咱中间，稳稳点，稳稳线，主爱咱永远。请坐，请坐。这是要奉献，请书献的职事来准备。请坐，请起立。所以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手部正面下骹，咱台语甲华语各读一遍。台语请。上帝赐福伫第7日，定做圣日，因为伫即日，上帝听伊
一切创造的工就安好。创世纪第2章第3节，来华语请。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世纪2章3节。下面是欢迎新的朋友甲报告。今仔日敢有新的朋友来到会场，来到主的圣殿无吼？好，安尼我下面来做消息的报告。本会报告，小会公告。本会国成牧师今仔日去台北中会担任圣义教会小会议长。第二，本主日本会国成牧师接受大众传播基金会差派前往幸福教会交换讲台。第三，特别的奉献，咱教会也有进行这个影音设备的这个更换工程，请兄弟姊妹同心大祷。踊跃的这个奉献。第四，圣德奖学金，经过审查得奖的学生，拢伫咧周报内底，咱有家长知影，咱请特别注意。来，煞只过来就是伫咧5月初9，这个感恩节、母亲感恩节内底要来做颁发。第5，5月初2。主日，咱要举行5月份的这个庆生会，咱伫咧5月份的这个寿星，咱请来准时来参与。第6，5月初2，主日下晡1点30分要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同工准备备办心来参与。第7，5月初9要举行母亲节的感恩礼拜。联合礼拜是9点开始，请各单位准时来参与。咱若有这个节目的安排的，请准时交予这个咱这个信如姐来做安排，嘛将你的这个影音档甲档案来交予这个影音设备组，予因来做测试。第9甲第10，第9是拜3。第10是拜4，拢有查经会，欢迎这个新的客友兄弟姊妹同行来参与查考圣经。每礼拜4的暗时8点，欢迎大家来登记做家庭的礼拜。登记请用叶秀兰长老来登记。昨日会议报告，请大家过目。13干事上班的时间，请大家过目。团契消息，青少年团契有一个暑期的生活营，定伫咧7月23甲25，是拜5甲礼拜，地点要去9份教会，内容有即个团契生活分享的交流，斗阵学习，斗阵即个成长，斗阵佚佗，费用一个100块，要缴钱的一个1000，拄我讲毋对，有中的才找青少器摕。要报名的，请即个李宇信甲即个佳音来报名。报名截止是5月16。基地小通，今仔日下晡3点要去树龙兄的府上来做礼拜。咱即个双年团契即个兄弟姊妹，若要参与的，请你2点半来教会集合，咱有备办车辆要载恁去。其他兄弟姊妹若要去的，会当自行前往，嘛会当来教会集合。第2，有一个生之喜悦，咱即个义发兄甲即个张庆英姊妹伊的查某囝，喜获男婴，母子均安，愿主祝福。第3，4月初2发生着太鲁阁号的即个事故，咱同心兄弟姊妹伫遮同心代祷。第4，玉志弟兄有捐赠 CD67.5 公分的天空，咱有伫咧放伫咧即个干事头前遐咱会当自行取阅。
咱会当作为传福音的工具。第5到14是兄弟姊妹的身体欠安，以及着侪代志需要大家兄弟姊妹同心来代祷。总会中会教界消息，第5月初1上午9点到12点，台北中会传道部有举办中级训练，主题是不受难主的福音，找回失落的前程。咱找回失落的金钱哈，咱请中级来让大家参与去报名。第5月29上午10点到下晡3点半，伫咧台北中会有举办环境主日教育的推广，欢迎大家报名来参加。有准备便当，报名截止是到5月23。以上，煞只是补充的报告，牧师。咱的影音的这设备，到已经完成，都更新了哈。伫这段时间，咱真感谢这艺人长老、总务组长伫遮来带领咱的影音小组同工，也伫遮来学习伫昨规工的一个研习哈。今仔日这个影音公司的工程师也特别伫咱的中间伫咧协助哈。咱是不是甲咱的总务组艺人长老甲这影音小组同工，咱甲伊拍鼓啊，甲因感谢因的辛劳哈。伫遮咱若是有感动，嘛当为这个影音设备更新，伫遮来奉献。第2项就是咱的信歌队真顺序，这个一日游一日的音乐营，伫遐中间牧师嘛，甲因做信歌队音乐菩萨一个分享，大家算了真欢喜伫遮今仔日真侪信歌队员嘛，佮游玩来到伫教会参加礼拜，感谢主佮来就是青少期的这个暑假的生活营。这个生活营非常的特别，伫中间青年因坚持有几顿的餐点因要家己煮，总是伫遮毋茫讲会当邀请。如果在座咱无一定是干那青少期，如果你愿意来伫当厨妈伫中间来协助的嘛欢迎你来报名。特别到时真需要这个车辆的服侍，所以检查你若真愿意来做咱的服侍，拢会当做伙伫中间来参加，不一定干那青少期，而且是欢迎咱的兄弟姊妹，或者是如果你的厝里有这青少年朋友，也欢迎因来参加。以上的报告。请起立，咱同心唱话变诗393首。所以，请牧师为咱来祝祷。阿罗转的稳定自在，满足今后归下给吧，每天心情公益啊。就平安出去，愿主上帝互恁伫路中拄着想袂到的欢喜。基督耶稣陪伴恁，圣神扶持恁的一生，对今日直到永远。阿门。